续到早。现在是前甲一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已经解说甲正文第46页，解说甲正文第46页，上解每一节，上解每一节，这是解说甲师一日欲作所受之意义务美全，即嘛应该呢，要来说来解说下面。下面就是因自时效五里起，见山林繁茂，随其盘旋，思真实独特，全应手而出，即以为敌，乃为七远以色相。即嘛应该呢，就是对这个所在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解说。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啊，有一日啊，要来写伊由五祖所传授落来的一领衣，就是一领法衣啦，啊，就是讲祖衣。但是呢，无迄个较好的泉水，这是咱前面已经讲过去。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将五祖来得到这领衣了啊，伊就走去避难，甲迄个帕拉呀，伫遐做伙15年。以后因为出来拄着印宗法师，去互印宗法师认着讲，伊就是六祖慧能，才甲伊受戒，甲伊剃度，甲伊受戒。当然，伊在还未剃度、还未受戒以前啊，这领衣呢，伊是袂使咧用。也受戒了，虽然是可以用无毋对，毋过呢，已经10几年啦，甲遐拍啦带做伙10几年，所以这领衣呢，应该啊，我那是真垃圾，所以就要甲伊洗，因为无迄个美全，因自时效5里起，因此呢，就到甲迄个时候，就是讲宝林寺的后边，到甲迄个宝林寺的后边啊，有5里外远，迄个较深的迄个山内所在，见山林繁茂。讲去迄个所在呢，看到迄个山的树林呢，真正繁茂。这个繁茂，在另外有一本呢是写讲做郁茂。这个郁茂甲繁茂呢，意思是同款啦。这个繁茂的意思呢，就是讲迄个山内底迄个树啊呢，也生起啊，真正旺啊，真杂。真水啊！到这个山较深的所在，迄个树啊呢，一定啊就真正水，而且真正杂。所以在迄个所在呢，比较地呢就较凉冷。要你行在迄个涂骹呢，有这个树啊，甲你压掉咧，日头晒袂着。下面讲随气盘旋，讲这个随气，这个随气就是相随之气，啊，就是一种的吉祥的气氛啦。
伫迄个所在呢盘旋。那这个盘旋的意思就是讲，伫迄个所在围绕，伫遐伫咧射来射去、靠来靠去的意思。就是讲，迄个树啊是生起真正旺，树芽呢真旺盛。也佫有迄个水气伫迄个所在啊，伫遐伫咧盘旋。迄就是一个好的地理的所在。下面讲书真实独地，书就是在指慧能大师。真实就是讲将伊的色中呢，甲伊震动啦。啊，这个独地就是讲泉呢啊，甲伊插对一个土骹的所在落。因为慧能大师看讲迄个所在啊，是一个好环境。那依照地理方面讲起来，就是讲迄个所在是好地理，所以呢，伊就自这个色中压起来，就甲伊震动，大大的呢，就甲插对一个土骹落去。下面讲泉映秀而出，迄个泉就是讲泉水啦。讲迄个泉水呢，就映着伊的手啊，安尼就走出来。意思就是讲，因为慧能大师将这个色调，将安尼甲伊转对迄个土骹，啊，转落当然，迄个土呢，会将迄个色调啊，会侵入去迄个土啦，插到土内底。啊，即摆伊即个手将咱甲压起来，就是讲将即个色中甲抽起来，迄个时阵，迄个泉水啊，将就走起来。讲即以为治。啊，即个手将迄个色中甲抽起来了，迄个泉水就闷出来。啊，泉水一直流，一直流，结果呢就积起来，迄个水积起来呢，就变成一个水池。在大明一统治8十，有安尼伫咧讲，讲在南乡府啊，有迄个叫做霹雳泉。这个霹雳泉就是在大庾岭下面的分封市东。讲迄个泉啊，会出迄个水啊，是从迄个石头坑迄个所在走出来。相传过去慧能大师得法倒来到南方的时阵，就是在迄个所在。就是讲将迄个色中呢踩伫遐，所以呢就变成迄个泉水走出来。所以这个泉呢，有一名叫做毒色泉。这个毒就是指这个色真色毒的迄个毒，就是讲将这个色中甲伊踩落去，安尼泉水就走出来，名叫做毒色泉。色中，这是咱教主释迦牟尼佛，互伊的弟子伫咧讲经方法所伫咧用的一个中啦。这位慧能大师自这个色中提起。看到遐好地理，全呢甲伊插对土骹落，抽起来，泉水就走起来。这当然也是略作慧能大师的德啦。所以在这个世间上呢，有真正侪不可思议的代志。譬如讲，一个山本来呢拢无水。也因为出家人伫遐来开创道场，结果呢，迄个水啊就自然走出来。这呢也可以讲就是属于好的地理，所以才会当好讲出家人去，也就迄个泉水好出家人用。下面讲乃为七观义色相，因为有迄个泉水走出来。所以略作慧能大师呢，就跪七，就是讲骹头呢就安尼跪咧啦，也就来弯衣。这个弯就是写意思，就是讲在迄个石头面顶的所在来去写迄个衣。
因为迄个水啊，虽然是讲积起来，但是毋是讲足深，迄个泉还阁毋是足深，所以必须枯咧，也骹头屈掉咧，安尼呢，才有法度好来洗伊一领衣。咱现在是伫咧洗衫裤，有即个洗衫裤的帮啦。但是咱较早的人咧，拢是属于就地取样，尤其是拢去找迄石头啦较平啊，会当在迄个石头面顶来去烂，安尼就会使做洗衣的帮，洗衫的帮咧，对嘛？就是洗。伫遮讲叫做宛衣适用啊，也是甲这共款的意思。这可以讲就是咱较早的生活方式之一啦。一边讲复有一经来礼拜因，方便是西蜀人。早以南天德国见达摩大师，属方便所往东土。五团大家社正法眼藏及正气力，见团略带。以小酒做客，逆气渐烈。忽有一经，就是讲忽然间呢，有一个出家人来，就是讲五祖六祖啦，在迄个时候，差不多有5里迄个所在啊，将迄个泉水，就是讲适中插落泉水走出来，伊。屈伫迄个所在，伫洗迄领皮衣迄个时阵啊，忽然间有一个出家人，毋知是对来走出来，就来礼拜，就来向慧能大师甲顶礼，就安尼讲方便啊是西蜀人，方便就是即个出家人伊家自己啊来讲伊的法名，讲我方便啊就是西蜀人。这个西蜀就是讲在四川省的西边，在四川省的西边迄个所在，名叫做西蜀。讲早于南天德国啊，见达摩祖师。这个早呢，当然袂使甲讲就是昨啦。咱普通这个早就是讲早日，就是昨的意思。但是伫遮所讲这个早呢，就是讲。我从迄个南天德国来以前啦，我呢在这个南天德国，天德国就是印度，所以南天德国就是讲南印度，就是讲这位方便啦，伊呢是去迄个印度的所在，讲我就在迄个南天德国的所在去见到达摩大师。就是讲见到达摩祖师啦，讲属方便所往东土。讲我去见达摩大师的时阵，达摩大师呢就甲交代，交代我方便。讲你爱赶紧去东土，就是讲去到东调的所在，就是到中国的所在。为什么爱你去东土呢？达摩祖师甲讲，五团大家社正法眼藏，讲我是传授迄个大家社的正法眼藏，及正气力，就是讲以及呢迄个袈裟。那这个正法眼藏，咱世尊啊，将这个正法眼藏。来护护大家是尊者，就是讲我呢，以这个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无上实相无上微妙法门来传予家舍。这个正法眼藏，较简单讲啊，就是讲世尊伊所悟的正法，名叫做正法眼藏。那到底这个话啊，是出在什么所在呢？在中文十录
有一个叫做王景这个王景公，伊来问佛慧全禅师就是讲问这个禅师啦，讲禅宗所讲的世尊念法，也将这个法来符合解释尊者，这到底也是出在倒一部经典啦？迄当阵，这个禅师就甲伊讲，这个藏经也是无记载。但是迄个王景公就来甲伊讲，我呢，在迄个梵院的所在有去看了一部经，名叫做《大梵天王向佛决疑经》。讲我看了这部经呢，内底记载的真正详细内底是安怎讲呢？讲梵王甲灵山就以这个金色的婆罗花来献予佛。当时呢，伊就用伊自己的身躯来做这个创作，就是讲做一个面床做一个结义共款啦，来请佛啦，来对众生说法。迄当时阵，世尊顶在梵王下身的这个创作上面就拈花示众，就是讲将这个梵天王，互伊迄个金色的菠萝花呢，甲伊摕起来，就互大家看。但是在迄时阵呢，人天百万世界亡灭。就是讲人间天上有算百万的人，伫遐要来听世尊讲经说法的，大家拢毋知影到底佛将这个花摕起来，互大家看是啥物意思？讲独有金色抽道破眼微笑。讲在迄时阵只有这个金色的抽道，金色抽道就是咧指解释尊者咯。这个金色抽道呢，破颜微笑就是讲伊这个面就安尼显出伊的笑容显出这个笑容微微笑。迄当阵世尊就安尼讲啦，讲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离文字教我别传，富足无极少。讲这呢是我在大梵天王向佛决疑经内底所看，所以对于这个世尊将法传予大解释尊者所讲这的话呢，究竟也是有这个记载。即马伫这个所在，这位方便就是讲达摩祖师甲交代，讲我呢是对大解释尊者有传这个正法眼藏。当然啦，伊这个传毋是讲直接传就是讲大解释尊者这是第一代祖师啦，一直传到达摩祖师已经是在印度算起来是第28代祖。不过呢，代代相传所以也是等于对大解释尊者传来共款讲以及正气咧讲不只是正法眼藏，那么这正法眼藏这是法啦，这是真理。以及正气咧，这个正气咧就是大义。咱世尊所甲咱规定出家人有3种的义，就是5义、7义、大义。这个大义呢，名叫做正气咧。这个正气咧有一名叫做十喙义。这个正气咧就是要入去王宫啦、说法或者是讲要入去乡村的所在、吐蕃说法等等所应该要穿的一件衣。所以这个正气的大衣就是道场所用的衣。咱现在是出家大德、大法师啦，有披迄个红祖衣这就属于正气的之类。这位方便就安尼讲啦，讲达摩祖师甲交代。讲我对大解释尊者所传来正法眼藏以及正气咧
讲建团六代，以小舟做客。讲已经看伊传到第六代，在这个小舟做客所在。因为达摩祖师在印度是第一代，来到咱中国变成禅宗的第一代祖这个印度是第28代咯，在印度是28代用印度讲起来，伊是属28代，到咱中国来变成第一代祖从第一代、第二代一直传到第5代，就是弘忍大师。由弘忍大师所传落来，就是第6代。这第6代呢，就是在这个小舟做客，是在做客这个宝林寺，就是六祖慧能大师。讲你去瞻礼，讲你呢应该爱去甲伊瞻礼。这个瞻礼就是讲，瞻是甲伊礼拜，就是讲你爱去看这个第6代祖。这呢是这位方便将达摩祖师所交代的话摕来向六祖慧能大师讲，方便晚来愿见五师传来衣钵。方便晚来，就是讲我方便从这尔远迄个所在来，遐尔远就是在指南天竺咯。当然从这个南印度来到咱中国的广州，哇，这是非常的远。在过去交通无利便，必须呢都爱搬山过岭，行去真正远的路线而且在迄个中间话是冰天雪地也经过迄个沙漠的所在，所以从迄个南天竺要来到咱中国，这是真远的所在。讲我呢，从这样远的所在来，愿见五师传来衣钵。讲我希望要来看我的师父所传来衣钵因为这位方便有见到达摩大师。在迄个所在呢，可能伊也搁再拜达摩大师为师啦，所以才讲做要看我的师父所传来衣钵意思就是讲，阮师父达摩祖师有这个衣钵传落来，现主是呢是在你六祖慧能大师的手中，我希望要来看我师父所传来衣钵是倒位。下面讲师乃出世，师乃出世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就摕出来就可以看。这个示呢，就是显示的意思。既然伊要看这个衣钵嘛，当然这个钵是无在身躯边啦，但是迄领衣呢，正正伫个所在写啦，所以呢，就自迄领衣呢，摕来互伊看，安尼名叫做师乃出世。注意看先听讲，就请咱各位简短一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